goes to Li Jianghang and Yu Wei for Picnic. 有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什么叫做 CD 设计。我如果说只是做一个很漂亮的包装盒，我觉得这样子我做出来的东西不够帅。我就自己觉得说，我如果要做 CD 设计，我应该要把 CD 放在前面，然后做设计。所以我这边特别露出 CD， 像海沟一样，因为它会有反光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。管他一直到位呀，管他一时大的台，麦克罗里克巴索阿泰尼亚，麦克鲁麦索卡，阿来恰恰恰，爱跳舞会断空，爱跳舞会断空，麦克芒我今年到底几岁？讲出来保证你会惊，先前规划有酒着啉，后一双啊乌巴桑，啊咱恰恰恰，啊一年来甲我学啦，啊一年来发大当。什么叫做格莱美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。既然他找我，我绝对会尽量唱我们的古调啦。应该说，我一开始听到是他爸爸郭英男的声音。1996年奥运，听到就惊为天人，哇！我们原住民的歌声可以国际化呢。然后后来就是辗转认识到蒋劲新老师。啊，他是到大了以后才又回去跟他爸爸学古调。他的声音跟他爸爸有一点点雷同，又有一些区别。每次听他们唱歌，我都会鸡皮疙瘩，所以我就主动找他了。我想跟他学习那个复音歌谣的唱法。我即马伫研究一寡台语，所以我去读迄落台师大的台语的博士班，较足杂啊，功课诚济。为什么讲读济呢？因为我感觉咱的母语可能会有断层。你看台语都有断层啊，原住民语变咯，客语变咯。所以其实我是本身是有迄个危机感的，我感觉可能后边咱的囡仔可能增加，我哋讲咱的母语。包括因为咱即摆台北越来越严重，江南包括还好，不过我感觉安尼无去真可惜，因为我感觉台语也是感觉原住民语，都是一个足水的物件，咱应该甲尽量甲保守。当然，我感觉政府有一寡国家力量入去，会向大家真面更加认同这个语言。我们原住民的母语也这么多断语，只有到我下面的人已经不会讲的。在我们的邻居的小孩子也都是一样，连他的妈妈也不太会，也不会教他们讲这个母语。就是当初我爸爸说叫我来传承他的音乐，有他的用意在里面。他说要没有再传承，可能我们这些传统音乐就已经消失。人家讲说，那么蒋劲新70多岁了，还在跳这种舞。